早7点半，因两个老爷都走无人啊。啊，不过不要紧，我这个有备而来，我找一个民间友人，我的好朋友，伊叫少年阿公，在地啦。找到伊吼，我会当找到迄两个老爷来去找伊。哎，好，谢谢，谢谢。你提一个油饭给我啊，走在路上就有油饭可以吃，你看多好。哦。Long time no see，足久无看，哇，人好油饭啊！啊，真好，真好康。今日路的人好啊，嘿，还未食早起哦。未，都食啦，都食。谢谢。少年阿公，你甲大家介绍一下，自我介绍一下，是安怎叫少年阿公？大家好早，我叫志伟啦吼，人拢叫我少年阿公，因为咧，拢穿甲阿公同款啦吼。梦想是希望讲他当着阿公细汉时阵遐个农村生活，阿公拢会来市场，我就带人来西市场的时阵，特别穿安尼。我来找你吼，是因为我要找两个老尾啊。是。啊，你顺续带我西这市场，我顺续找伊。好，来行。找叫两个时段无。你今仔款的，甲砍100块来了，我来遐啃哦，你个囡仔食，对。OK， 好，谢谢。炒米粉，我甲你讲，我上爱食炒米粉啦。啊，这宜兰油饭，哦，真香。谢谢。恁宜兰人真熬煮哦，煮了个真好食，你看，哎呀。这个咱食这个红肉的无，本来拢是红的无。对啊。但是为啥物会变白？会白了。它起来就白的哦。惊到的时阵会青笋笋。你惊到还吃爱心会变白。你看到小丑鱼会惊。还变身。快要到了啊！看到鲨鱼。啊，完了！答对了。他要送一条鱼给你。赚到1条鱼啊！有地好食，找地好食。我带来听。行，咱做这是南馆啦吼，咱到来北馆那边。北馆那边啊。来遐找。好，预备起，走。这个上一针啦，反正有缘见面。啊，是啊。期待，好不好？啊，这个是干洗手。哎，是的。好，谢谢，再见。啊。哦，好呀。啊，这一斤是偌济啦？哦，你要白，我看到底下存几十啦。老实讲，人家都是半买半相送。你看换了菜起来就情不自禁，一直买，对啊，俺买的啊呢。你写到哪里？你是哪里来？你来，你去找去哦。这不是这人送的。哎，干洗手嘞。好嘞。啊，哥，你看，我有你吃寿司。哦，几条？哎，我还没看小说，你吃了。都好吃嘞。宜兰人就真熬煮。对呀。小公啊。来，小，这个阿桑哦，做好嘞，伊讲迄个，来摕去吃，一直叫人吃。我看来对面那个。啊，你看。啦，要有道理。啊，你看，你今日甲接过来。你讲我袂走，你讲我袂走，你有掠着无？有啊。行。但有无共款的味无？中药。咱的炒油啊，来食咱的炒油啊鸡，你食啦。哇，这个炒油啊，吼，这卤味啦。这卤味啊。咱讲迄个晒伤的时阵啊，甲这个花面较好安尼啦。更较消炎安尼啦。我那边要介绍咱一个市场底最厉害一个阿嬷，叫魔法阿嬷啦。魔法阿嬷。哦，伊对炒药真内行。是，咱讲继续来看，咱来找阿嬷。阿伯，你过来抓宝。你干咩啊？啊，这有聊什么较特别？这无啊，拢食食啊。差不多啦。今这条真正是足香的。阿嬷老大。哦，这就是你讲的魔法阿嬷。加上什么阿嬷？魔法阿姐。哎呀，少年家。你看伊皮肤皮偌水。对啊，你来记吧。有你个。嘿，你这样多想诶。验一下 DNA。嘿，你验一下 DNA。啊，这是什么茶？这迄个罗大炭。罗大炭。食了会大颗，食了会水。
哦要吗？哎，唱歌会大声，跟碰不是碰大海啦。对啊，碰大海无啥讲。讲。来啉看啉。罗大胖，嘿，罗大胖。哎，这真香嘞。胖面啊，甲无甲迄碰大海这就无共。无啦，碰大海味较重。这味就是清香啊，清香。啊，个水，那个有一点回甘。嘿，这是咧食安怎食？食个咱鱼羹。哦，过抵抗力啦，嘿抵抗力对啦，抵抗力。来，我变一个魔法给你，恁手拢伸出来。春来，好，进村出来就看到魔法。好，一人一个。就春啊，你有来。这摸啊嘛？这是防疫包。哦，这防疫包是要泡茶啊是？哦，其实这是咱最近啦吼，咱讲要防疫的问题吼嘿对。其实咱这阿嬷才有做迄个平安符啦，平安符内底来藏济，啊，迄歹物件才要来找你安尼啦。内底有秘密，来。有遮济种啦。内底有秘密，但是介绍这讲。解。艾草，啊对，啊艾草的台语要哪讲？艾草，艾草，艾草，爱在台湾讲伊拢同款。艾草吼，艾阿草，嬷答案是啥？你这个杏草，香草，香草。这个有讲嘛？无讲大细人差多济。无讲，这是迄个万寿菊，这个不是万哦，不是万寿菊，是芙蓉。这个是芙蓉，芙蓉花开的芙蓉哦。哎，对对。哦，伊这嘛足好用哦。芙蓉什么作用？像阮兜囡仔细汉时，阿嬷就讲吼，迄出生的时候，互伊片一下，啊片一下了，伊迄个毒气就排出来伊。是淡薄仔花的味，淡薄仔迄草的味。我片一下呢。伊个前菜拢放。哦我给你闻一下，你等下出技术。哦，全部给受无？啊，讲到这，啊，搁一个，这是啥物？看无？普通去念香啦，哦，两哦。拢会来提提。啊，对着啊，对着了是，啊，即摆去到遐出来，就甲单调。嘿，就是这。还叫啥？青海药，毋是，这是。咱宜兰抹草。哎，对，抹草，哦，这我操，够意啊！哦，这。抹草，这真正就香呢，啊内底其实拿这三项哦，有秘密在内底哦，而且要辟邪是安尼放啊，跟安尼，我老光都拢当伊啊我，若无落地啊，要放喺度。对啊，搭一下头，来，阿嬷秘密武器摕出来，抽出来。就出来，哎，牛花大，是，牛花茶啊加鸡腿哦，有加试过，哎，内底有加鸡腿，当对面内底也讲加鸡哦，腿。对啊，讲内底也讲加鸡腿。东玉庙就诶。是这啦。阿妈，我还有一个问题要请教吼，是安怎遮全部拢是草药店啊？因为古早老岁人就是讲，人家来买菜，方便，方便的时拢较集中，买菜收束。哦，集中一起互大家方无，因为便。我本来想讲，安尼会抢生意。你若无的是，啊，你就去找看一个吼，隔壁你甲问看一个，哎，有你想买转去，啊，你有以后有需要有欠的时，你来甲我摕，不要紧，甲送买拢上面拢赶快。花树就甲一个花啊安尼啦，哦，哦，对啊，啊，才会香，是你有解哦。你好，我好，大家拢好。哎，对对对，真好真好，有左邻右舍。你嘛好啉，哦，真好，健康诶。加啉一罐，哦，爽，哦。好，今日来看。阿妈多谢呢，再见再见，我我嘛有我嘛有。来，加过加过，来介绍到位。就是这个。我想爱食这个出去。欢迎。哎，我想爱食润饼糕。连米你食，你就知影宜兰的润饼糕甲台北无共款。少少食起来，甲你冷冷食无共款。都无共款啊，嘿，无共款。来，四分之，来。哦，这很老啊。你看很熟啊。无，这个好 Q。伊中啊咧 QQ，啊外口细细，疏疏。啊，那阮大姐，我特别甲你包一个特别 special 的，敢若加有尔吼。是最简单的。最简单的啦哎，。我唔知影这个润饼糕这个腿啊，单这样吃就很好吃，真的。很甜。有面粉的甜味哈。你内底个脆脆是啥物物件？哪会脆？那就是 special。饼干啊，内底有饼干啊，包饼啊。是，其实咱这大哥伫遮做，你看，你这一年汤底比遮吼，真正拢无用食饭。无食饭的时间哦，就是看有啥物件来包入去，啊，变做遮 special。哦，有啥物件就包啥物件安尼啦。伊拢无咧食饭哦。哦，跟我吃完了啦。啊，所以润饼就安尼用就好啊。哦，你看起来足简单，你去家己做。哎，还好啊。伊咧看迄史莱姆，你手边安尼甩甩那你那个害我买了吗？我来害我买。啊简单啦。你哪有好包嘞？你快点。我来变我买。还有口诀哦。哦，羞羞嘞。
安尼一干嘛？安尼就干。看起来真简单吼。那个贵个手哦。贵个手啊啦！我手摸啊，安尼啦，系啊，有啊啦，有啦，有感觉，有感觉啦吼。你要看，来我试了你看。好啊，这嘛是另外一个功夫啦。好。你看咱摸咧偌好势，个黏起来，你看，剩那个黏起来。哦，这水落去水好。水好呢。嘿。啊，你安尼一工会当做几片啊？先几济尔。对。你若像恁这货哦，我一工当啊这做偌济？做这做6桶。 6桶。这6桶。系啊。你刚一罐你就冲。摆5个顶。所以我无多。见到把握时间哦，顺时钟，小心，赶快拉起来。只少一半啦。你手也无落啊，你刮枕头啊尔，袂使用枕头刀。你惊死我惊死。你先看好。好。我按个饼位委完，对无？我2月啊起来。简单。为这边啊。听了。2月。 2月。啊就好起来，起来，爱起来。好水。好，哎呦，几片落来？好，边黏嘅，好起来。啊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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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愈念愈多啊！愈黏愈高。遮侪人来练习，你是第一个，这紧第一届就顺利。我都惊。你头前不告诉你。哦，袂歹，会当包物件吗？哦，会哦，至于你要试看，我包一个较特别咯，你食看，咱市场底才有的。哎呦，这就是咱师傅甲阮教的啦吼。你看伊逐工徛喺遮，其实拢无时间食饭。啊，你食饭的时阵，你手边有啥物物件包落就是啊。其实这内底比我种的啦。啊，你种你种我的。种的啦，啊，搁有咱的迄个盐水啊啦吼。盐水啊。重点爱淋一个宜兰人的迄个酱料，叫番椒酱。有传世短小的念咪加菜。到位啊！到位啊！到位啊！啊，够啦。哎，叫到位啊！我敲个摆来迄个啊。哦，上一箱来啦，你看看啦。哦，谢谢。这就是咱传统的轮饼糕。这无吧？哦，这种寿司拢会使食。素食的。我一定要讲，这40到50啊。这米哦，你种的是。真好食。谢谢。我刚刚讲的。 Q 呢？对啊，我就讲我食油，跟我食两饼。哦，对。哦，行，安尼咱带你过来。谢谢。再会。来这里哦。来，对啊，刘老推两个啊，那刮到啊。你豆豆行啊？哦，对啊。咱是要倒去啊？啊，来这间咱这海哥家出名的，你市场底无人唔捌海哥的。不要，海哥人。海哥人那种。啊，海哥啊，海哥壁啦。哎呦，来，你好。哇，海哥你好。哦，海哥。咱先来介绍这啦，这叫做这个是阮宜兰真好食的糟饼，糟饼就是有宜兰的在地食材嘛，金做嘛，金做，金子用会使，啊这当归，啊这蚵啊，啊个包括咱的宜兰的三星葱啊，啊个猪肉，过来米粉拌一拌，安尼啊就吹起来。啊，你这是要算甜啊，算甜，因为甜的，啊，不你甜吧，还要做甜啊，甜啊，袂使做甜啊，做甜的我。啊，你怪饼你捌食过吗？肉饼我食过啊。哦，对，肉饼嘛是甜。海哥讲啊，甜啦，来饼来这里。哦，甜甜胖啊。它甜的啊，甜的哦，好吃。刚才在吃大饼。我这个肉饼类似。对呢，就胖的。就胖的。好吃哦。饼啊，好食无？一共有食过啦。你有食过啊？对，有食过。嘿，糟饼了介绍这叫这个干粿。宜兰的干粿。这不是鸡羹哦？不是，问这自己是啥很多阿公就喺阮迄个买上的番茄啊酱底啦。咱这个就是甜辣酱。阮宜兰人讲叫万用酱，啥物物件拢通混一下。干粿啊就是鸡羹，无鸡肝，啊叫鸡肝。鸡羹，啊叫鸡肝。干粿就是爱跟肝啦吼。其实咱以早迄个农村社会时阵，无迄个机会去食着肉，过节的时阵才有话是有开猪肝。迄当阵若是有讲有食着猪肝吼，迄个请人摕咯面子就好个咧。嘿，所以特别差好古早味哦。宜兰的板豆菜吼，迄个出来是迄煎不如哦，宜兰三宝。嘿。啊，就是咱的糟饼、干粿，啊，咱讲的古早啦。哦，古早哦。古早啦。
炸三宝用要炸的，为什么？既然就是多以潮湿的天气，寒啊，直接烧一个钱，多钱啊！啊，你讲真来讲啊，伤过寒，雨寒出未停啊，啊，叫了风我攞钱。这讲起来人爱食钱的物件咧。感谢海哥。小姐一来一漂亮，一年轻。不要哟，好，谢谢你摸不掉，你就是你摸不掉，你谁摸得来？哎，摸得来啊！我那我跟他吃条。北蛋个炒到。没那个炒照。哦，爱地瓜叶不？过来嘴一声啊！小看小戏看到大了。海哥公从小看。伊讲的拢对。哎啦，海哥多谢。好，等一下，再见了，再见了，再见再见，拜拜拜拜。